大家好，这里是大白厨房龙头的安装视频。龙头安装孔径在33到38毫米范围内，孔中心离墙的距离大约64毫米。先将管线依次穿过水槽口，将龙头把手角度调至右侧，将龙头主体插入水槽口。安装座，确保平面端朝上。将橡胶垫片放在垫片上方，穿过管线。安装快装螺母，将2根银色冷热高压管依次穿过快装螺母，再将连接管和感应线穿过快装螺母，把塑料固定座、橡胶垫片整理整齐，将快装螺母往上推，压紧后旋紧。安装感应盒，将接口与出水管对接，现在连接感应传输线，将印有白色箭头的2颗接头对接扣紧，顺时针旋紧防脱螺母，将长的编织软管与感应盒上 OUT 接口对接。打开电池盒，装入电池，将电池盒上的连接线与感应盒上的连接线对接，用力扣紧，再用螺丝将电池盒固定在墙上。固定前，请确保墙内没有管道。用快装扳手将贴有红色标贴的编织管连接到热水管，单手握住软管，防止软管随螺母旋转。从上将贴有蓝色标贴的编织管连接到冷水管。最后检查出水是否正常，完成安装。Hey, this is Steve. 大白。